这几年，环保署推动环保夜市，今年有台南的福华夜市、垦丁大街夜市等等入选环保夜市。环保署也表示，要伫咧明年进一步公布环保夜市的指引，包括垃圾分类、减少使用塑胶碗等等，希望全国夜市拢会当向这个方向来改进，和民众哪些夜市会当哪个环保。 夜市除了有好料通食，真侪点头当啊嘛开始注意环保，亲像改用重复使用的餐具、失败油烟设备等等，嘛响应政府的减塑政策。旅客进来消费的时候，他有规则，我们有放那个分类的箱子给他们来丢弃垃圾。但是最终呢，我们有一个跟人家不一样，我们做了一个垃圾集中场。 来派专人来去分类。环保署表示，这几档除了推动环保夜市，嘛公布环保夜市指引，制定各类环保项目，除了规范入选的环保夜市，嘛互市民票选需要改进的夜市，希望全国夜市拢通提升品质。预计明年顶半档就会公布。另外，疫情转好，真侪夜市表示生理有豆豆恢复正常。那我们的人潮大概。 回流大概有6、7成回来了。那暑假的时候真的是很不错。现在是因为是落山风季，所以人比较少一点点，可是连假还是不错的。现在我们的游客呢，已经慢慢的回流了，差不多有8成左右了。 已经进到以前的水准了。过来就要迎接元旦连假，各地观光夜市嘛真期待。这届选环保夜市是透过民众票选加秘密客查访，入选前10名的环保夜市，除了特有的台南福华夜市，还有垦丁大街夜市等等。记者电话李克凯台北采访报道。